俺这看，亚拜个太子，黑嘎个咯。哎，万岁呀！现在你所讲的话，恐讲是犯法吧？那是万岁你唔认为是正该，用办案面为神，千里路头将其押正上来。我再讲，现在人犯已经在异国书房前了。看来寡人还是唔爱满国的民族啊！当初的六品公主虽然死体了，不过这个宫中有人自认其没真公主再讲的太子朱三呢，下落更加不明，根本也不作到的人犯，谈讲身上有新闻。那按你讲起来，也两啥，别天下几天都有可能咯。皇上明察啦。哎，母儿，这个特殊生意也还用办呢？万岁，请你少岁，为神的无能，了个生意无意求全，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对捉到其，为神当亲力而为呀。哦，也罢，一个唔了，我相信佢冇太子嘅能力，有同民心来操法。哼，算了吧。来人，民族，让我传旨阿姨，将一个太子人犯让我带上来。良子带传旨，将其诛杀押进宫。民族，赶快准备看衣上来。来老你放手，抢仇啊！哼！小
王生，夜前才会求神，寡人爱人指引一下，也子还没真正的主上太子啊！哎呀！看到主上太子，他还是小孩，人家成就认不错了。哈，哈，哈，哈哈哈哈哈！哼，主上太子不敌你手嘛该呀？俺该手，认不认得出来？有样扮演，俺终究还难逃一死。亚位将军，你不妨就讲出真心话吧。真是个英雄好汉呐！王生，皇上饶命！才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一天忠贞，两个人当枪啊！哈，哈哈哈哈哈！你有两个手嘛给嘞？半年前，你喊当中，你可以托付给神主，但是下半年，你却已经变成有出卖性命的借口。这件事，俺让你唔是当好笑吗？哈哈哈！你讲的答案就错，俺唔过嘞。有件事情你就讲错了，寡人根本心肝这么想爱吃你呀！此话让别人讲起啊！哎呀，说了明朝的三太子啊！那还挖头为父报数，马车才引那刀。是啊，命财神一不拉能那么，寡人能得要给个能拿天呀了。
用啊我表，也那应该相报来难做啊当。太子我比你子嘞，报官。今日你乃唔吃爱，天公嘅爱还那位嫌疑，你今日吃了爱，天公嘅还系有人用爱命嘅来嫌疑，朱三死嘅还系无事，太面灭了还系无灭，人在世间上，当然就生来就是不良的呀种事，太面。太清，难道可以做有良理吗？哈，哈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哼，民主来了，万岁！你就将其朱三太子带下去，属于别个同样就本记啊！两字，来人啊！将他押下。是。求王上三思啊！马张民主，我交代你，三太子那死了脱约之后，我要交代。好好老给孝庄朱三太子，发了国冲国丧3日，本期的房桥野外，老给跟佢做梦，而你唔识变，莫识数比呀！本也寡国家人放心前去，可以让佢调职呀！为神良知啊！哈，哈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一是先多请了你啊，真正死死一鬼呀！且慢，皇上，俺刘亚中人上来不就是要对啊百姓有交代嘛？你那喺心中真经有国家，千万要记得。俺也做一番，但有你放心，人个发基基我基在我个心中，太子，给你就好好的走啊！王生。在，我看你对一个面朝，还要求情呐！哼，安尼好，官人就派你前去诉梦，不带兵，不征战，人个一向一口啊，为个面朝请最后的心力吧，多谢圣上。
伊爱对我的成全，我心中哪有无明白的道理？只是奉送，虽然下旨讲要开放墓地，表人前来祭拜，但到日子以来，还是无人敢来呀。诶，这是何人呢？奉送派我来了为树木啊！一叫奉天，果然是唔会善待我汉人，将小三此事求有厚葬，以情假意。我太平子孙是唔会两亚本情的呀！公子，你到了未来真是太过冒险了啊！冒险，空气叫奉天，唔系讲诈骗，唔识树皮。假使伊正经一言九鼎，还有乜嘅素材比了比更加安全呢？公主啊！身败灭除的一批年，还有强一梦再来雄啊天。有你来呀！有你来！公主啊！王生啊，皇上，俺问你，这才是满人呢？真不敌呀！俺爹老弟看，亚丈人的强攻真是不得了，这个左手头痛得真厉害。应该就怕同属生你啊！为甚他实就不敌呀？干爹树梦多年，还没有看到可疑的人物前来祭拜呀。皇上，讲也奇怪啊！皇上虽然办令民众做的表示前来祭拜。那段日子以来，却是无一人敢前来呀！按你看起来，寡人为本地太民的医生对我的上心，
就还有一趟正常的路爱行咯。唔过讲起来，一个特殊生意咁前来，喺下你讲话对寡人非常嘅鲜艳咯。皇上讲的是啊。念住啊！哎，你让你再过来。哦。哎，马生，老伯家，今日大家就感染太面的身体，挨孙将嘅平常人，而冇需要啲讲房啊。冇错，你冇需要讲房啊。王生，在，你有看到吗？那个老人家方才的声音呢？你看这个面貌，有像亚长亚母啊，放松冇乜嘅，根本就冇乜嘅。寡人只不過啲講聲天天，而家冇聽佢啲講，做人養客嘅養，嘿，這個養相養得好啊，真是養得好啊！寡人那講個對叫下去。但不是講係太前放棄嘅無土量啊！講得係啊，王實，你就老寡人點幾想吧。陳准子，